受到疫情影响，今年高雄市大部分的学校拢取消毕业典礼。不过，有关有100多间学校是甲规模缩小，或者是改做线顶的来举办。今年有学校就是利用古水的机器人代替毕业生参加毕业典礼，有学校是提早制作毕业影片代替毕业典礼，给学生一个不同款的回忆。想过说会是用这种形式跟你们 say goodbye。 毕业典礼会场坐伫椅仔的，唔是学生，是一个一个机械人。每一个机械人拢有名，伊的面会当看到囡仔的笑容。今年做工国小28个毕业生，就是踮伫厝内，透过机械人参加因的线顶毕业典礼。凯比机器人的部分的话，它其实本身就是有摄影机，那也可以有荧幕，让我们可以看到它现场的画面。那我们就是透过这样的状况下，那学生就可以融入我们现场的环境。因为拄着疫情，做工国小才想到学校有7台古水的机械人，会当代替毕业生参加典礼。校长阁四界去甲别个学校参详，才借到拢总28台。同一天举办线顶毕业典礼，阁有左营国中吴佳慧同学上台领奖。那看影片，学生徛好正惊礼，就亲像家己受奖。左营国中今年600多个毕业生，拢是伫线顶参加毕业典礼。因为防疫的问题，拢袂当吼，大人全部集中，所以拢爱一个人过来录，录以后再拍字，即马来接做伙，搁配音乐，所以比真正的毕业典礼实在是搁加足麻烦安尼。左营国中的老师嘛，利用听课伫门口画即个3D 地景图，毋望疫情过去，毕业生会当转来学校拍卡翕相。今年高雄市有123间学校改办线顶的毕业典礼，有6成的学校取消。阿联国小虽然取消典礼，不过老师甲学生做伙，甲165位毕业生的笑容，斗成一张大型的毕业相片，嘛是疫情中难忘的回忆。记者陈嘉文、刘维做高雄报道。